进，穿你的衣服来，鸡跟头部报备一下。然后他说你是从哪一个阶层来的？我说你是最小的。然后第二他会照顾你们。今年都然是7月15到17啊，如果你们有空来的话，可能我会很忙，没有时间招待你们你们自成一个阶层这样哦，自己穿自己约好，现在就可以交心了，然后留电话，然后选出你的，我们讲拿少，就是你自己的班长，自己写自己的 leader， 对，讲 leader 比较有水准。你可以写阿美族拿少，拿少，少。其实我是我们阶层的副班长。可是我很忙，我没有办法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丰年祭的第3天可能比较轻松了。然后看到时候如果有机会，如果第3天刚好是礼拜天，我记得对。有机会的话就1、2、3天都应该祭典很多活动。有些比较严肃的，还有一些比较轻松的，可以去看一看。然后我最近还有办讲座，然后礼拜天看最后一场，然后最后一场那个演唱的话是在卡布卡，我打算当做那个拉铁粉的训练营。如果你要有先前的认识，知道吗？对，拉铁粉的，我现在募集基金哦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小朋友。最后一天那是募集是为了要训练拉铁粉。去台东，该知道的一些讯息，要不然你会不小心吃到东西。然后也是很喜欢吃野菜，但是你吃错，你就会吃到杂草跟东西。所以要跟我学，才不会犯错。然后还有一些部落里面有很多禁忌然后就来给你们一些认识。再去部落就会很有趣，因为都看不到。好。